諸葛先生，我劉備想創一番大事業，興復漢室，所以前來請你出山，一齊打天下。主公，你想做大事，呢個心意我明白，但時機未到，諸位請回。諸葛先生，唔等三顧茅廬，可見我興復漢室嘅決心。未知諸葛先生意下如何？我孔明認為，三分天下，首先要有健康嘅身體，冇健康乜都做唔成。如諸位依我之計操練，定必出山。豈有此理！諸葛先生果然有趣人啊！絕對冇問題，甘願聽諸葛先生吩咐。好，我出山，但我要為你哋定一個健康計劃，每日天一光就起身操練，早睡早起，飲食有節。連我都要。三弟不得無禮，相信諸葛先生唔會食言。先生話健康係做大事嘅基礎，我而家每日操練，精神同體力都大有進步，萬事俱備，漢中之戰不容有失。出發，三分天下就在今日。你而家同以前唔同咗，係點樣做到嘅？全靠鍛煉身體嘅神奇功效。無論做乜事，先要鍛煉好自己嘅身體，每日少堅持，先有大成功。